行政長官曾蔭權主動打電話去電台解釋，連日嚟有報章指佢同太太接受富豪款待，佢澄清澳門之行係自己俾錢，期間冇同人提及政協副主席董建華，自己對未來仕途冇野心。張傑威報導。《東方日報》連續第3日報導行政長官曾蔭權接受富商款待，質疑佢官商勾結。曾蔭權喺朝早嘅時候冇回應，其後主動打電話去到電台，先解釋去澳門嘅目的。我覺得有少少係幾傷心嘅。我太太係澳門人，咁另外呢，我自己嘅岳父、外父、外母亦都係葬喺嗰度。我自己都大舅同埋我嫂亦都喺嗰度住。係每一年呢，我都揀去1、2次去拜山啊，去探親。我係好多人哋嘅邀請。我嗰陣時咧就好突然間，佢話有費玉清演出。呢個係我未曾見過嘅。一去到嘅時候，哇！原來入座咗唔夠坐足10分鐘、5分鐘，啲記者就不斷咁影相，所以冇辦法，我同太太坐咗陣間之後要離場。佢又話睇表演嘅場地可以容納到成千人，自己只係識同台嘅人。至於坐豪華遊艇，係因為想遠離煩囂，並唔係報章所講咁豪華。全日早餐咧就係水果、豬骨粥、豉油麵，就係咁啦。咁咧另外咧，船裏邊有啲人講話好多表演啊啲嘢，呢啲係冇咁嘅事幹嘅。上邊咧唯一嘅娛樂咧就係有呢一個電視新聞，冇卡拉 OK，冇人特別表演，更加咧冇係任何嘅賭博在喺度嚟嘅。至於報道話曾蔭權同富商見面，目的係為咗商討點樣取代現任政協副主席董建華，佢就話冇咁嘅事。更加冇講到咧，有關於我退休之後嘅仕途嘅問題。我對於退休以後，我完全冇呢個仕途嘅野心，完全冇話想做任何嘅嘢，亦都冇任何期望。更加冇講到好似傳媒所講咧，我講董先生，我尊敬嘅長者，我咁多年特別尊敬董先生，為香港第一屆特區首長，做咗一個兩制正式香港落實，佢做咗好多嘅功勞。點會我係講到話佔領人哋嘅職位？呢啲係完全係廢話嚟嘅，冇咁嘅事情發生到嘅。佢又話自己對日後仕途冇野心，太太已經喺深圳福田物色緊物業，卸任之後就可以喺嗰度短住一排。佢又話自己喺在任7年期間有坐過2次私人遊艇去澳門，2次私人飛機外遊，但係都有按價俾翻船飛。而如果坐私人飛機長途嘅話，就會俾商務機票嘅錢；短途嘅話就會俾經濟位嘅錢。至於接受邊個款待，佢話報章已經講咗，強調冇利益衝突。南豐頻電視記者張傑威報道。曾蔭權挨晚出席酒會之後，再解釋事件，重申自己問心無愧，又呼籲大眾唔好用陰謀論睇問題。我喺政府工作咗40多年，一向都係要因規矩而辦事，公私分明。無論係我招呼朋友或者接受朋友嘅款待，我都係問心無愧。處理呢啲問題都係一貫嘅原則，就係冇任何嘅利益衝突嘅情況之下，我先至考慮接受人哋嘅邀請，唔好往往從一個陰謀論同埋負面嘅角度嚟分析嘅事情。對於而家現時最近發生嘅事，我覺得好傷感，亦都好痛心。如果呢啲嘅趨勢繼續落去，往往仲喺呢啲用陰謀論或者負面角度睇問題嘅時候咧，我哋香港咧就發展到咧內耗不停。